歡迎收睇8點半新聞報報，我係姜嶺樂。黃色小鴨已經登陸維港，吸引過百萬嘅市民圍觀欣賞。我哋依家帶大家去睇睇現場嘅環境情況。我哋依家可以睇到市民嘅瘋狂程度啊！由於太多市民圍觀啊，我哋已經揾唔到黃色小鴨嘅蹤影啊！黃色小鴨掀起一股熱潮，連帶售賣相關產品嘅行業亦都受惠。喺深水埗賣咗30年臘鴨嘅陳先生表示，生意增幅超越50%，平均每日售賣超過200隻臘鴨。另外，做鴨嘅黃先生亦都受到黃色小鴨嘅影響，每日平均接洽超過50個。正所謂有人歡喜有人愁，卡通人物唐老鴨就係因為黃色小鴨搶客，失去咗一班粉絲朋友。我哋依家聽聽唐老鴨先生佢點講。唔該晒唐老鴨先生，今次新聞報告完畢，最後送上雞鴨出肉照2張，再會。